欢迎来到 Linus 中文新闻，我是主持人 Linus。在这里，我会用简单清楚的中文带你了解最近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情。英国下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。今年6月20日，英国下议院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，叫做末期病患法案。这次的投票有314票赞成和291票反对。这个法案会让英格兰和威尔斯的重病病人可以自己决定结束生命，也就是安乐死。根据法案的内容，只要病人只剩下大约6个月能活，有办法自己吃安乐死的药，且有2位医生和一个专家小组说可以，病人就可以选择安乐死。这个法案还有一些特别的规定，像是不可以做安乐死相关的广告，医生和护士可以选择不参加。如果病人只是停止吃东西，也不能申请。像是厌食症的病人就不符合条件。一份新的调查显示，有73%的英国人支持这个法案。这个法案现在已经送到上议院了。根据英国的规定，法案必须在同一届议会里完成通过。如果上议会没有在这一届通过这个法案，这个法案就会自动失效，下次要重新再提案。在欧洲，像比利时和荷兰，安乐死已经是合法的。英国这个新法案和比利时、荷兰的做法更像了。本节目由 Linus 中文学习平台赞助播出。跟专业的母语老师学中文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注册 Linus， 找到你喜欢的老师，就可以马上预约上课，网站连结就在下方。使用折扣码 Linus 储值，还可以立刻获得优惠哦。关于安乐死，有些人支持，有些人反对。支持安乐死的人有几个理由。第一，他们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自己决定生命什么时候结束，这是基本的自由。第二，有些人生了重病，连药都没办法帮忙，这时候他们想安安静静、有尊严的离开。第三，照顾这些重病的人需要很多钱和医疗资源。如果病人愿意，也许可以把资源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。第四，有些家庭要照顾病人很多年，非常辛苦，也很伤心。如果病人能决定自己离开，也许可以减少家人的压力，但也有很多人反对安乐死。第一，他们认为生命是最重要的，
不应该用任何理由结束。第二，他们怕这个制度以后会越来越宽，不只是重病的人，其他人也可能被鼓励去选择安乐死，像是老人和身心障碍者。第三，有些人担心医生本来是要救人的，如果安乐死合法，大家可能会不信任医生。第四，有些宗教相信只有神能决定一个人什么时候离开，人不能自己决定，也不能帮别人结束生命。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？你觉得安乐死应该合法吗？如果是你会选择安乐死吗？如果你的家人想安乐死，你会同意吗？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。如果你有其他问题，也欢迎一起提出来讨论。以上是今天分享的新闻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想要本集的逐字稿，可以订阅我们免费的电子报。如果加入付费订阅，还可以获得额外的讲义，连结就在下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我们每个月都会用中文带你了解国际大事。每个人对生命的选择都不一样，但语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彼此的想法与价值。我是 Linus，我们下次见。